吼，因为咱第三首吼，咱可能毋捌唱过，所以咱即马会当请信众长老来带传扬来唱第三首第三首咱唱两遍吼，唱一遍以后，要听一下前奏，就要唱第二遍咱请信众长老来操作。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无快快生气，佮有丰盛的主啊！咱若忍耐做等的做，伊是真实公义，会赦免咱罪，洗清洗咱当中不义。咱三甲咱饮食、圣诗288首，快乐快乐，万难见办，请起来演奏首。像咱另外听的，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因为圣心大爱，你在这路马利亚出世，以温柔与爱来侍奉。这是一个死爱众人物，第三日对死的我，就天阿在全能的上帝保佑，因为对人过来审判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全部公共的教会，圣道相通，最赦免，肉体过活，永发永活命。阿门。谢谢。咱来题文第10页，我来替请兄姐，罪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撤销。这款人真幸福气。上主无算伊的罪，无心无干杂。这款人真幸福气。我若点点不认罪。就伊看菜，面头来打去。伊的手微微动动翕白我。我的心力亲像无热天的日头。
的过失。你有赦免我犯犯罪。安尼，天生的人，伊通找着你的时，拢着对你祈祷。大水泛滥嘛，一定会经着你。你是我生命的所在，会比我脱离艰苦。你为令拯救的我死命为我。我要甲是你，只是你应该行的路。我的主啊，看你，拜托你。毋通亲像马儿无意识，就用马甲羊马所约束社会，我问你。害人会受真济的痛苦。不过我可上主的人，有爱死命为伊。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心正直的人啊，着大声欢呼。只是咱同心来祈祷。请阮的天父上帝，我愿感谢你，甲阮三角地地，感谢耶稣基督，为着阮的罪，奉顶死点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担当阮的罪过，洗清阮生命中一切的污秽。恳求圣神充满阮，伫阮的生命中做主掌权，引带阮头前的路，做阮脚前的灯，保护看护阮，会当活伫耶稣基督内面，耶稣基督嘛活伫阮内面。恳求天父上帝帮助阮。伊独港地区的宣教，赐予阮有教业的聪明、智慧甲气量，因带人到伊面前，领受天父上帝的救恩，甲永远的光明。恳求天父上帝，因为耶稣基督所受的批判，互阮得到医治；因为耶稣基督所受的天罚，互阮得到平安。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三角来中读上帝的话语，记载伫撒迦利亚书第3章第1节到第5节。咱同齐来读，请。伊搁互我看见，这时候伫家己亚华暑假的面前，撒旦也徛伫伊的脚边。亚华撒旦啊，亚华斥敌你，就是顶赛耶路撒冷的亚华斥敌你，这将是对毁了为主的。就是我政府的面衫，也伫暑假的面前，伊我伫伊的面前讲，伊着转去污的衫，搁对伊讲，我对换你的罪恶，要互你穿水的衫。我讲，用水的无比伊的头壳。因就连水的无比伊的头壳，甲伊穿衫，也我的暑假也伫边仔。咱请把时间来练习。
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伫成长的人生内底，咱有最后的这个系列，就是要讲咱的心灵会当来成长，咱活体、咱的肉体拢会伫遐成长，但是咱的心灵爱成长。今仔日要讲的是会当来抵抗、抵挡迄个控告、抵挡控告。拢总最后有8讲，咱已经讲过一讲啊。第一讲就是讲抵挡罪恶，迄只蜘蛛有拍死袂，罪恶会伫遐一直牵死，一直牵死，伫遐一直高低，然后你敢若伫遐一直看到迄蜘蛛网，最后你爱先对迄只蜘蛛来拍死的蜘蛛网，才袂一直拢硬伫遐。今仔日咱要来看即个控告，要安怎来抵挡控告？咱先来用现代台语的汉字本现代台语的翻译，搁来读一遍圣经《撒迦利亚书》的第3章第1节到第5节来，请上帝搁互我看到大祭司耶稣徛伫上主的书架面前，撒旦徛伫耶稣的正边，要甲伊控告。上主对撒旦讲：“撒旦，上主甲你责备，竞选耶路撒冷的上主责备你。这个人险毋是对火中抽出来的一块茶。”耶稣穿垃圾的衫，徛伫书架的面前。书架甲遐个礼事校的讲，甲伊的垃圾衫藏起来。上主甲耶稣讲：“我已经除去你的罪恶，我要甲你穿礼服。”上主吩咐着用清气的礼物，甲伊戴伫头壳，伊就甲伊穿礼服，戴清气的礼物。迄时，上主的使者徛伫边仔咧看。咱有发现讲，现代台语的翻译本来讲约书亚变做耶稣因为伫以斯拉的第2章第2节，伊是叫做耶稣亚即个约书亚，伊伫圣经有翻，已经有出来啊，伊是一个祭司因阿公、爸爸拢是祭司，所以伫遐叫做耶稣亚。我想因为安尼的关系所以伫现代的台语翻译，伊就来翻做耶稣亚来对比。因为咱讲约书亚，你拢会去想到啥物人？想到摩西，过来迄个约书亚，过约旦河迄个约书亚即无共人伊尾后我拢会用约书亚，但是互咱了解伊伫以斯拉咱就已经出来了好伫遮有讲到撒旦伊原文伊的意思就是对敌也是一个对抗者，佫是一个控告的人控告伫旧约内底，伊的工课就是伫遐扫来扫去，行来行去，看讲有啥物空会当伫上帝的面前来伫遐控告。啥物人是一个咧约伯，对无？约伯伫遐所以魔鬼撒旦伫遐看讲上帝这个约伯哪会遮尔听你，遮尔尊敬你，就是你有较好赢，伫遐控告对所以咱伫约伯记内底看到约伯的一寡到尾后，伊讲我前敢若是听讲有上帝，我即摆亲目睭看到你。伫新约内底，伊嘛是互称做控告者。伫新约内底讲到魔鬼，讲到撒旦，佫讲伊是一个堕落的天使这咱知影。这伫圣经嘛有记载魔鬼撒旦伊就是堕落的天使伫以赛亚书等遮咱会当伫遐佫来看佫来伫约翰一书内底讲伊就是讲白贼的老爸，伫约翰福音内底讲白贼的老爸也是即时掌管伫即个世界。所以弟姊妹，咱知影即个控告者一直伫咱的生命内底。所产生的，就是一个罪恶感，所以迄个罪恶感，伫咱的内底伫遐，咱的心定定有当时有一个罪恶感，但是当你有一个罪恶感的时，你爱分别，
分别这是对上帝来，也是对对圣神来，也是对魔鬼来。对圣神来的罪恶感，互咱会当伫迄个中间安怎知影讲啊，会提醒，然后就会去反省，会来反悔认罪。若是这个罪恶感对魔鬼撒旦来伊就是咧来控告嘛，定，互你会感觉安怎？感觉足变小，然后感觉一直想要逃走，一直想要离开，一直要闪避，迄种的控告。有当时，迄种的控告就是亲像一粒大粒石头跌落来，跌到互你的性命伫遐足艰苦。所有的罪恶感拢亲像对魔鬼撒旦来，若是诚做控告，拢亲像一粒大粒石头伫你的性命的中间。所以咱今仔日就是要来了解讲，到底这个罪。这个控告对撒旦来的，已经捌做过的遮个毋对的代志，无互上帝欢喜歹的代志，到底咱要安怎来面对？即款已经做过的罪行，若诚做一个控告对撒旦来，有定迄个杀伤力足大的呢。最近有一个足大的杀伤力上盖新的例子，我毋知你伫新闻内底有看到无所以咱爱小心嘛。撒旦时常拢伫遐咧出入，伫咱的生命内底咧出入这个上新的一个就是啥物人？一个立委叫做赵天麟，高雄的立委，咱拢有听到吧？讲伊有一个以前啦，有一个小三啦，也毋是现在进行式啊，这是过去的代志这个小三。所以伊诚做一个立委，阁是一个外交的遮个就是伫国防内底诚重要的立委，因为伊的这个算讲婚外情的对象，这个查某人是中国人，所以对伊是台湾伫外交的部分，迄就是对因即有拢是即件代志。这个立委赵立委，伊讲伊已经甲因的太太讲毋对啊，已经甲伊现实的伊的厝内面嘛已经拢过去啊，所以咱会当看过，这就是一个罪恶感，对无？就是罪恶感，所以真正一个大粒石头，然后伊过去犯的这个罪，虽然伊的太太有原谅伊，而且伊是一个基督徒啦，所以我相信上帝。也有原谅伊确实若是有一个真实的反悔的话，总是对所有支持赵天麟的人，是毋是一个伤害咧？我有一个朋友，伊就讲哇，哪会安尼伊嘛是搁基督徒，哪即种代志会发生？要安怎来看即款的代志？拄啊好另外一个牧师甲即个赵委员是好朋友，甲因厝内面拢有来往，伊讲伊是咱的兄弟。咱来为着伊来祈祷，无着伫咱的信仰内底，就是咱知影伊是咱的兄弟，上帝嘛知影你是我的囝儿，我已经赦免你。但是兄弟姊妹，有当时即款面对着伊的身份、伊的地位，都有影响，所以伊就安怎讲，伊过来要退选，伫明年的选举，正月的选举，伊就要退选啦。所以兄弟姊妹。这个控告真厉害，所带来的真正会对咱的人生产生一大的震撼。总是咱嘛为这个赵委员祈祷，希望伊的人生无因为即边的即款的敢若讲，互迄个罪的控告，伊摕落来了后，会当搁重新来反悔，重新来做无共款的。伫圣经内底。你有想到啥物人伫控告内底？拄仔咱讲到约伯，其实保罗嘛是啊。保罗伊过去，伊是一个肯定信耶稣的人诶。所以保罗伊当伊已经接受耶稣，然后伫遐咧传福音的时，人会讲这啥物人？这个某物人伊较早就是安怎？拢伫遐咧困着信耶稣的啊，拢伫遐，我毋敢，我毋敢亲近你啊！伊即摆咧传耶稣，哪有可能咧？即款人过去是咧刣野的，搁伫遐难拍呢？哪有可能即摆咧传耶稣？毋通是，足侪即种，
所以伫咱的生命中，所以保罗伊到尾伊讲罪恶内底、罪人内底，我是上大的，我是迄个罪亏啊。所以啊，弟兄妹，伫你的生命中间，咱想看卖咧，你是毋是时常伫遐受控告的中间？过去歹犯过罪，检采过去是有个人过去，亲像有个尾仔做牧师的，过去是伫咧迎佛爷，伫咧佛教内底是已经伫迄个讲法师的边仔内底做迄个领神明的检采嘛会受一般的人的控告，所以。若是咱个人无到较大的地位，检采你捌做过的代志，一切的错误会伫控告的内面吗？你捌经历过吗？若是安尼，咱今仔日所看到的这个对撒迦利亚这个先知，伊伫伊的异象的内面，伊看到的，敢若是亲像一个天顶的法庭共款，法庭就是咧审判，所以咱看到有。使者就是上帝的使者，有耶和华上帝伫遐，搁有一个就是即个咱头拄仔讲的迄个大祭司约书亚，徛伫使者的面前吐撒旦伫遐，所以伫迄个中间，撒旦是一个控告者，伊徛伫约书亚的正边。约书亚伊身穿啥物？垃圾衫，伊原本是一个大祭司，大祭司是会当徛伫上帝的面前伫遐。祈祷，伫上帝甲人的中间，代替世间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伫遐祈祷。你想伊敢还阁有在了担任即款的职分咧？无啊，伊的衫垃圾啊，代表安怎？代表伊的职分已经失落去啊。所以魔鬼撒旦就是伫遐真欢喜，伊甲上帝讲：你看，当你所选这个大祭司算啥物啊？垃圾去啊！大祭司的衫原本是足清气的，爱清气，爱有一个整齐，总是伫迄个中间。上帝耶和华上帝讲，我也是对花中甲抽出来的一块茶，你敢毋知吗？即块茶伊无去烧掉，伊即摆又阁是受保留，所以这就是要证明我会当来救赎伊。所以兄弟姊妹。咱看到即个天顶的即个法庭的即个现象其实有人讲撒迦利亚书就是即个先知，伊内底伊会当讲旧约的内底有言耶稣是以赛亚上介济，所以伫即个中间是安怎？约书亚伊尾后会当穿清气的衫，因为是耶稣基督会当救赎，会当洗清气。所以咱来看这个法庭内底，这个整个场景这个情景是一个诉讼当咧开始，对无？一个诉讼，所以有一个被告，受告的人，被告的人就是约书亚，一个原告就是撒旦，然后有一个法官就是上帝，有一个法警就是使者，然后有一个稳刑的。伫迄个时代无就是伫遐上帝已经咧预言啦，就是稳刑的，就是一个辩护的律师，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伫即个中间，所以伫迄个中间，咱看到即个约书亚，伊被告，伊徛伫遐，伊代表啥物？代表上帝的选民啦。祭司本来就是代表选民，然后去到上帝的面前讲：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怜悯我，然后再搁对上帝遐领受，然后遐个祝福，然后再来搁转互所有的迄个选民。所以伫遐约书亚嘛，亲像咱同款，伫遐咱看撒旦伊徛伫正边，兄弟姊妹，正边是啥？正边就是有气力的边，所以伊意思就是讲即个约书亚伊所犯的一切，我拢知影。伊所做，你的上帝啊，你所竞选者属伫你的囝儿所做一切我拢知影，真有气力的一寡证据。上帝伊讲，看我已经除去你一切所有的罪啊！靠着羊羔的保护，就是上帝的计划内底，就是要互耶稣基督来成做咱的救赎。所以咱伫新约，咱讲耶稣基督是啥？咱的中保。啥物是中保？就是一个辩护的律师的意思嘛，所以耶稣会赏赐互咱有清气的衫，还佫有清气的帽啊，
就是用伊的宝血来遮盖咱所一切的污秽。所以伫即个中间，咱看约书亚，伊互换迄清气的礼服，清气的衫，然后清气的礼帽，重新佫会当来担任迄个大祭司的责任。兄弟姊妹，伫新约内底，咱是啥物？彼得前书有讲咱就是王的祭司。所以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伫新约内底，咱拢是祭司啊！咱毋但是上帝的囝儿，毋但是属主的人，咱也是祭司。所以伫遮，我爱咱想看来讲，兄弟姊妹，你祭司的责任还佫伫咧吗？就是你还佫有才调是穿迄个水水清气的衫。祭司的礼服，然后戴迄祭司的礼帽，有才调徛伫上帝的面头前，担任迄个祭司，就是为着所有的人来祈祷嘛。特别咱诚做台湾人，咱会当为着台湾来祈祷；咱诚做住伫鹿港即个所在的人，咱会当为着鹿港家己来祈祷。你徛在你的家庭、你的家族，你佫会当为着你的家庭、你的家族来祈祷。这个责任还佫有伫你的身躯顶吗？也是你互一切所有的空格贴满了便条贴。魔鬼撒旦就是对你所犯的听伫迄便条贴，然后甲你打。其实要拆掉真简单嘛，但是你迄个罪恶感亲像一粒石头缀伫你啊。检采你的朋友捌甲你讲过，我看你也无成基督徒啊。检采有的人捌甲你讲过，某你人若是基督徒，安尼我袂信耶稣。所以拢诚做一个控告。惊做一个控告，若是安尼，咱要安怎伫咱的生命的中间来抵挡遮个控告？有三个。我对提摩太前书的第1章遐，无愧的良心，就是无通责备的良心。咱拢有良心，但是这个良心叫做爱有无通责备的。过来就是无伪的信心，纯真的心。纯真的心，第三个就是清气的心。咱第一个来看无通责备的良心。其实迄个良心是一个上帝想出互咱伫咱的心内底，互咱一个机制。伊无时常用，但是当你需要的时，伊就会伫遐来发挥伊的作用。所以良心咱会当知影做，良心会当知影讲这我毋通做。大家拢去做，虽然1000个人、10000个人，规个国家拢咧做遮个代志，但是我毋通，就是毋通，迄就是良心嘛。但是咱台语有讲你的良心去互教家去。我还记得细汉的拢听讲迄良心去互教家去，甚至有个人佫会看轻良心，就讲良心一斤偌济啦，看轻良心。所以足紧就会伫迄个良心内底会变做麻痹，所以兄弟姊妹，总是当咱重新得救的时，咱的心受清气，因为咱的心原本上就创造咱这个良心，互咱会当有一个心灵的机制，知影做，知影这是，知影这毋是，知影这会当做，这对，这毋对，会当安尼分别。但是这个社会常常互咱有一个。会伫遐咱的良心就会失去伊的判断。但是当你愿意接近耶稣，伫你的生命中间，你的生命就会当重新来，重新来，然后迄个良心会当重新来运作。所以圣神伫咱的内面，互咱的良心就会当来得到感动。咱来读这段《以弗来书》第9章14节，做伙来读，请。好让基督通过永远的神，献以无瑕疵的本身互上帝。伊的话将会互咱的良心更较清气，脱离死的行为，来服侍永远的上帝。感谢主，耶稣基督的话互咱的良心当来洗清气。所以咱的良心是足宝贵的。咱的良心是足宝贵的。佮来讲纯真的心，
所以当迄个罪恶感来发生的时，咱内心就爱做有一个分别。这个分别我头拄仔讲，就是伫遐来想讲，这是圣神的提醒、的光照，还是魔鬼撒旦的控告？所以当你有罪恶感的时，过来就是咱伫迄个中间嘛会当来发现讲，当你甲上帝的关系，迄个团契哪来哪亲密的时，你会搁较一个敏捷，会当发现到你的心中，和上帝无欢喜的代志。过去你感觉做遮个代志无要紧啊，但是当你哪读圣经，当你甲上帝的关系哪亲密的时，当圣神伫你的心中有地位的时，过去你感觉讲这个无要紧啊，像有人甲我讲，过去伊去外口人找伊钱加找100块，足欢喜赚着啊啦！上帝互我赏赐，结果咧，尾后读圣经祈祷，哇！这个阿送，伊的性命无共款啦，又一遍，但伊的牧师讲牧师啊，伊讲我去买菜，迄个老板加找我100块迄个时阵又顿地啊。伊本头若收着款，足欢喜的，第二倒去厝，加100块好通开。即遍又顿呢，去想讲哇，我到底要害伊这无啥对呢？你姊妹，这就是有圣神伫伊的内面，有一个搁较互伊的生命成长。尾后，迄个阿送对100块限互迄个卖菜的人，伊转来就来伊的姊妹分享，佮来牧师分享，哇！大家足欢喜的，迄就是一个纯真的心。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即款的代志足济啦，即款的代志足济。有当时你感觉讲，我是要视而不见吗？过有当时，敢若圣神伫遐会小可甲你提醒讲，这你爱小可做了，所以其实我昨去一个大聚会，国家的这段我就坐轮椅资隆达入去，我入去厕所内底，厕所的马桶已经足垃圾的啦。我醒过来想讲，我等下上完厕所我就走，还是我要来清清嘞？毋是迄个坐垫，是迄个马桶插足垃圾。毋过伊边仔有女我想过来想讲，我爱是爱女嘞，我袂迄落足方便的我嘛袂讲无方便，我就伫遐一直打撸，一直打撸，撸到最后撸袂起来，一块块我想讲安尼，搁下一次我来上厕所，最冲的可能就袂冲了撸了，心中欢喜的。我无视而不见讲我着咧赶时间我即摆嘛无方便，我就无去。所以兄弟姊妹，有当时迄个纯真的心毋是一个足大的一个道理，还是讲一个足外表看会出来。有当时是伫你的心肝内伫遐伫遐讲安尼到底我要安尼做无？一个随手的代志，我要甲超好势无？看到一个垃圾我会当摕无？若是安尼，咱常常都是伫遐累积迄个纯真的心伫咱的生命的中间。诗篇139篇大卫所写的诗篇23节甲24节，来咱做伙来读，请上帝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考验我，知我的意念，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带我行永远的道路。阿门。过来第3点讲到清气的心，这个清气的心就是讲你已经有忍过有这个罪恶来讲，嘛忍过遮的但是魔鬼撒旦就是，嘛是搁要来甲你落啦，常常伫遐讲你过去是啥物人你即摆会当做安尼，亲像John Newton 就是写《奇异恩典》的这个人约翰牛顿。尾后伊是一个船长，伊咧卖啥物？伊就是伫咧19世纪的时吧，18世纪、19世纪掠迄非洲的人，然后迄个船再倒来英国卖互人做奴隶，做这个船长。所以伊的生活是非常淫乱，非常邪欢，伫逐个港口拢有伊的情人。
拢有伊的太太住伫遐，就好足侪太太。啊，所以伫即个中间，伊透过卖迄个路内乌人，嘛趁足侪钱的。但是尾后，伊反悔真多，真做一个基督徒了后，伊伫迄个中间，嘛常常有即个魔鬼撒旦会来控告啊！你过去所做一切代志，无真正是下三滥，上帝绝对袂用阮遮，还有足侪人跋倒。总是伊爱不断伫上帝的面前安怎谦卑讲主，我相信你已经互我得到清气啊！所以你一直爱有一个清气的心，就是迄粒大粒石头，你毋好一直互伊放伫你的内面，因为你知耶稣基督已经为着你打掉这个重担，已经为着你杀开这个黑暗的权势，所以需要安怎来面对这个控告的时候，你爱用信望爱。就是用你的信心，用一个望，用一个听来抵挡。若是安尼，咱大先来看迄个信，伫罗马书的第8章33节到34节来请读。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因宣判因罪去人的是上帝。若安尼，啥人会当甲因定罪？无，基督耶稣已经死，告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国我。把这个上帝的正面替咱祈求，所以兄弟姊妹，而且你有看到，伫这个诉讼，伫这个法庭内底咧诉讼的时阵，撒旦是徛伫咱的正面，证据满满伫遐控告，但是耶稣基督伫倒位？伊伫上帝的正面，迄嘛是有气来的所在，伫遐咧为着咱祈祷，伫遐要诚做咱的辩护律师。所以兄弟姊妹，咱真正会当来凭着信心讲，撒旦提去，你袂当控告我。兄弟姊妹，咱做伙来读好无？凭着咱的信心，咱讲撒旦提去来，撒旦提去，你袂当控告我。所以面对着撒旦，徛伫咱的正面，伫遐一直伫遐讲，过去捌做过啥啦？为的拢无人知影，敢若我知影。上帝讲，我嘛知。我已经赦免你了。过来就是望，兄弟姊妹伫望的中间，咱看到伫上帝的宝座前，伊的使者替咱穿迄清气的礼服、水的礼服，然后替咱戴清气的礼帽，是对迄个污秽的衫，污秽的衫已经脱掉啊，表示咱所有的罪。已经拢洗除啊，靠着耶稣基督的保护，所以咱毋但是看到这穿伫咱的身上，咱看到咱的生命的累积，生命的内面一直有耶稣基督的荣耀甲水伫内面。这是咱伫望内底，咱一定爱看到。所以你的目睭所看到的，会产生伫你的内面的信心嘛。所以伫望的中间，咱嘛知影撒旦伊最后会安怎？甲伊所有遐的妖罗，拢会等伫流黄的火湖的中间。这咱知影，对启示录内底咱就知影。所以咱面着望，会当讲安怎？撒旦提去，你袂当控告我。你伫望内底有看到无？看到伫咧天顶的迄个法庭的中间啊，亲像约伯受撒旦。伫上帝面前的控告共款，我想咱每一个人拢共款。咱所做一切，人所毋知影遐稳重的歹，撒旦知影。但是咱伫望中间，咱嘛看到讲，上帝你嘛知影。上帝，我要稳重遮下，求你来怜悯我，求你来赦免我。所以咱看到大卫伊的祈祷伫诗篇51篇讲：主啊，求你赦免我。想使我有一个清气的心，会当来反悔，有一个悔改的心，对无？伫信心内底，然后互我会当定心，过来行伫你的面前。所以伫望的内底，咱知影；过来伫听的内底，伫听的内底，咱爱宣告讲：天离规地有偌尼啊悬。上帝，你对阮的慈爱，对伫敬畏你的人也有遐尼啊悬。然后，当离开西有偌远，你要互我的罪过离开我也是遐远。这是诗篇193所讲的。对伫即句话，咱有诚大的安慰，因为上帝会听，
较赢过所有一切的罪恶伫咱的身躯顶。过来伫上帝的听的内底，咱爱经历啥物？无有惊吓，无有控告。吼，伫约翰一书第4章才讲，来咱做伙读，听内底无惊吓，听若安全就对惊吓来拄去。听内底无惊吓，吼，上帝对咱的完全的听，就是完全的接纳。哦，即使是向陈尽心，哦，他犯了杀人的罪，哦，伊开始白冰冰伊的查某囝，我相信白冰冰是对伊无再了原谅，就亲像即摆赵天麟，足侪对着伊的人嘛无再了原谅，讲你是安怎？你做一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你搁外交遮尔啊重要的地位，你犯即款的罪，所以伊就离开啊。哦，啊，所以伫遮咱看着陈进兴即个人，伊最后伊嘛是判死刑啊。但是伊伫主的来面前，伊讲主求你赦免我，接纳我，我愿意接受耶稣你成做我的救主。所以最后，你有相信上帝会接纳伊啊？哦，当时伊爱为着伊所做的歹的代志，爱安怎付出代价？这爱付出代价啦！赵天麟伊嘛付出代价，就是退选啦。哦，啊，陈进兴付出代价就是杀人的，嘛是爱用伊的性命来付出代价，嘛爱受判死刑。总是兄弟姊妹，有侪咱检察无杀人放火迄款的歹，总是由源于撒旦的手内底。定定伫遐甲你威胁啊！你是啥物款的人啊？你虚伪的人啊，总是伫即个中间。咱爱把握有一个信，有一个帮，有一个听。知影，无论偌大的罪恶，赢袂过上帝对咱的听，袂当赢过耶稣基督伫咱的心中。所以咱会当讲安怎？撒旦下去，你袂当控告我。咱做伙过来讲好无？来，请。撒旦下去，你袂当控告我。阿门。有啦，每一摆当伫迄个中间的时候，讲撒旦下去，你袂当控告我。伫你的心内底讲，撒旦下去，你袂当控告我。所以最后，你就会当唱着欢喜得胜的歌，吼，凯旋的歌。伫启示录12章的第9节到第10节，咱先来读第9节来。迄尾大灵就受迄落，就是老蛇，称作魔鬼，也称作撒旦，迷惑普天的地，伊受迄落伫地里。伊的车赛也甲伊受迄落，所以咱知影，魔鬼撒旦是已经是失败啊。然后是安怎受迄落？但是伊犹原要来迷惑普天的，就是迷惑咱啦。但是咱有主的人，咱就无迷惑。伫第10节，吼，伫遮甲咱讲，咱搁继续来读请。我就听见伫天里有大声讲，咱的上帝会拯救、甲权能、甲国。以及伊的基督的权，担拢够啦。因为控告咱的兄弟的，就是明日伫咱的上帝的面前控告因的，但已经受迄落啦。阿门。所以上帝，互咱伫启示录内底，大神已经看到，一直咧控告咱，就是迄个魔鬼，迄个蛇，已经安怎受迄落伫地里啊，吼。咱是安怎毋惊伊？就是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权能、上帝的国，甲基督的权，有伫你的身躯无？有。阿门。拢伫咱的身躯啊，已经拢互咱啊。所以咱爱伫信心内底来宣告，咱爱伫上帝的五望内底来宣告，然后咱知影上帝的听永远袂离开咱。所以迄个人迷伫上帝教导咱咧控告的，我用我的信心来抵挡。讲上帝已经拯救我，耶稣基督已经用伊的血遮盖我，所以最后咱会当讲哈利路亚，咱会当抵得撒旦的控告，哈利路亚，咱会当有成长的人生。兄弟姊妹，成长的人生啊，咱今年是成长年，是最后，咱知影，迄个成长足重要，伫咱的属灵的生命。愿你我咱的生命会当伫
撒旦的控告的中间，咱赢过，啊，伫咱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长，然后主来咱提升，时常对天顶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世间。咱就知影讲，虽然咱住伫鹿港这个所在，检采是伫台湾看是一个镇，是一个镇，虽是小小的所在尔，但是上帝时常互咱看到伊的国度，上帝互咱会当提升伫关键的所在，所以咱就看到咱的心是伫倒位，会当看到毋嘛超过是鹿港尔，是会当看到上帝的国。佫会当看到上帝对咱诚做一中华民国台湾的即个人，伫即摆即个时代有三款的责任，原来每一个人拢会当定心伫祭司的责任顶面穿清气的衫，然后戴一个礼帽，徛伫上帝的面前，三个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互阮无对落，因为阮知阮的生命。时常面对的就是撒旦的控告，阮伫人毋知的中间做诚多，人毋知的代志。主啊，遮个代志有侪其实也是你无欢喜的，总是阮时常着放纵阮家己讲，无要紧，这无人知影，上帝会原谅我啦。总是我毋知影，阮的对着时常伫遐咧控告阮。主啊，求你拯救我，互我的良心、精神会当恢复，会当调整，会当来知、来分辨，无互魔鬼的控告，互我的生命要阁成长，也无互迄个罪的压制，互我来放弃亲近你。主啊，怜悯我。人民阮不过是罪人，人民阮无才条靠阮家己脱离一切的罪，总是主阮仰望你，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洗清，主你互阮重新看到愿望，伫你的疼的中间，阮得到快乐，在阮会当来成长，在阮会当来向前行，就是因为主你的赦免，感谢你，阮当重新过一个愿望。阮定心要来跑走，也放落阮生命中各种的捆绑，也脱离一切魔鬼对阮的控告，互阮借着信心，借着阮生命所发出来的信息的见证，要来诚侪上帝你通欢喜的子儿，以及主你阳光的祭司，徛伫你的面前，定心伫你施恩宝座前，献上阮的祈祷，互你互阮的责任，就是为着阮的国家。为着阮的人民来祈祷，即款的责任会当重新伫阮的生命中间，互阮诚做一个基督徒的即款的身份，毋是干那诚做一个要爱福利的基督徒，就是主啊，求你使我食，使我用，使我永远拢平安，使阮的家庭无代志若听。因为主你讲，遮个你拢要赏赐互阮啊！主啊，阮反正要听做一个祭司徛伫你的面前讲，主啊。求你来赏赐阮的国家，会当来诚侪上帝你欢喜的国，会当来诚侪承接上帝你的国度的降临。安尼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来用回应诗。来应答上帝的话，咱搁来用圣诗第480首，万国万人拢有一摆，请起立并做首。心上靠近，
支持要来奉献请师的技术来侍奉。进城指示报告。各位听众平安。报告的进前，咱先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记载伫罗马书8章第33节。第一项日本咱做伙来读，来请。之水是要告上帝所敬的百姓啊，称伊做伊的是上帝。之水要告上帝所敬的百姓啊，称伊做伊的是上帝。和我们一起来念遍经。谁能碰到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的。谁能碰到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的。11月时间分堂表，请有服侍的同工来指引。咱来先开后一面。周间的活动。拜六暗时8点有肉是咱的练习，拜六暗时6点有儿童体格椅，拜六暗时7点有职场团契的聚会，拜六暗时8点50有敬拜团的练习，拜日下晡1点有学生团体甲青年团体的聚会。今仔日少年团体聚会暂停。咱来看消息报告。今仔日只有一场礼拜，礼拜了后。要举办财务演习会，请中职明年度的团契会长甲会议人员出席参加。财务演习完了后，召开圣诞筹备会，请筹备人员出席参加。今仔日曾牧师前往开罗教会来支援讲道。第2点，下主日得胜者教育协会秘书长洪嘉丽传道前来请咱募款，请大家关心代祷。礼拜结束了后，召开中职会小会，请中职参加。第3点，12月份第1主日是12月3号举行洗礼，目前报名的有成人洗礼有胡嘉诚，小儿洗礼有胡勋宇、胡佑龙，监信礼有陈子毅、洪于成、萧雅芳。第4点。中华中会召开第53届冬季议会，伫11月2号礼拜四9点半伫原基物流中心2楼讲堂，两位牧师甲明年度的大游乐出席参加。
第5点，中中牧师、传道师传道师在职教育演习会伫11月6号到8号伫桃园渴望园区2位牧师要前往参加。第6点，少年团体伫11月13号礼拜一举行溪头一日游，费用650，双年会员300，非会员全额。为今仔日向会长甲来发姊妹报名，欢迎报名参加。第7点，彰化中会妇女事工部举办灵修会，主题遇见圣洁的神，讲师庄孝胜牧师，时间伫11月11号礼拜6上午9点到10点，地点伫永福教会，每人100块。要参加的请向青年执事来报名，报名到今仔日为止。第8点，教会幼儿园的垃圾纸车因为垃圾回收分类的问题，已放进幼儿园，并加上手头。仅此告知兄姐，不再开放教会幼儿园的垃圾。第9点，今仔日下晡3点，伫二林教会举行刘于山牧师就任第6任牧师受子感恩礼拜，愿主赐福。补充报告，北西班伫11月4号礼拜6要前往红蚂蚁生态园区一日游，请有参加的兄弟，伫迄天透早7点伫教会集合出发。7点半。台岛事项，请为着鹿港地区的复兴甲转化台岛，筹资奖款伫鹿港地区。第2点，请为着世德邦教会的兴旺甲宣告台岛奉献。第3点，请为着身体欠歹的兄弟台岛晋升省略。弟兄有黄维国、尤俊元、蔡景堂、施维坤、张安义、刘义峰、廖胜杰、郑义国。姐妹有康曼丽、夏丽玉、谢金满、林美华、梁桂花、谢淑贤、王小桃、张淑珍、林思彩儿、沈丽玉、茉莉牧师。咱个会计部分，请家己来看楼问题后面的柜台来跟进。以上报告。咱三角来圣诗第389首，愿上主大仁爱。这首诗咱是礼拜四，咱唱2遍，唱第1遍煞，抒情的弹一前奏，再搁唱第2遍。煞以后，咱再请茉莉牧师来祝祷。祝祷完之后，我们唱阿门颂。阿门颂唱完之后。请咱的兄姐吼，赶快坐落来，听咱视频台迄首美妙真好听的诗歌，音乐弹完之后，才大家才离开座位，咱即时，咱三角的圣诗第389首，愿上主大仁爱，请起立传诗。上主大仁爱，怜悯的心爱，作为天为心田，大地的同在，我主愿我被救。
亮你心啊，做亮你心田，大地的同在。我主耶能免就一天主的宽待你，做相信我是你的心，考验最大。咱三甲来领受，但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地上帝长看关心的疼痛，以及圣神的扶持团体，甲你敬大家三甲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特必会。